OK，屬兔嘅朋友大家好啊！2026年咧，內在嘅勇氣同埋外在嘅光芒，邊樣重要呢？嗱，2026年唔係要考驗你有幾硬淨，而係需要問你可唔可以喺世界呢個咁嘈嘅環境之下保持溫柔。OK，總體嚟講咧，我哋2026年屬於個丙午年，火旺火代表曝光啦、動力同埋熱情。對於屬兔朋友嚟講咧，木生火。而木生火即係代表嘅支持，但同時間會感受到壓力。喺火馬年，你會俾人睇見，去年好似話要重整自己，去年即係意思就係今年2025年，你好似重整自己，正正咁去調整呢個方向。而喺2026年咧，機會就開始慢慢湧現，光線照喺你身上。但係如果火太強，木就會自然乾啦，意思即係話要懂得點樣控制個節奏，唔好一味靠人，唔好一味俾人拉走，你會變得更加有影響力，同時間會更加敏感。所以喺呢一年2026年咧，就唔係話要做多啲嘢，而係有意識地閃亮。OK， 喺個影片裏邊，我就會從8個範疇去講一講屬兔嘅朋友喺2026年嘅運程如何啦。咁第一個就係自我填本 SWOT analysis。喺2026年，你嘅世界會變大，但係曝光嘅同時會帶嚟壓力。所以真正嘅力量係需要你保持一樣嘢，就係呢個真誠。問題就話，當所有人都睇住你、望住你嘅時間，你仲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嗱，屬兔嘅朋友，你有呢幾個優點啦，就係話溫柔、細心、適應力強、情商高。弱點方面就係話容易猶豫，OK， 怕衝突，情緒會容易受到影響。機會就係講緊有新嘅合作、表達自我同埋創意項目。而呢個威脅方面就係話情緒會消耗啦，過度遷就同埋內心疲倦。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兔朋友：第一，要接受自己嘅敏感，呢啲叫做直覺。但係直覺唔係你嘅弱點。第二，學識講 no， 設置呢個界線而覺得而係無內疚無悔。第三就話識得點樣表達清楚，而唔係話識得講得客氣氣嘅說話。所以如果你可以用呢個寧靜啊、冷靜同寧靜去領導嘅話，咁你仲需唔需要大聲講說話去引導人呢 ？OK， 好啦，喺感情同埋人際關係裏邊。火馬年屬兔嘅朋友，你關係會變得更加深刻，因為你變真咗。OK， 唔好可以裝作無視，唔可以再笑住咁去避開。你識得點樣用溫柔嘅方法去講真話。問題就話你嘅關係係建立喺呢個真實，淨係避開呢個衝突咧。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兔嘅朋友，第一就話。有感覺時間就早啲講，早啲單聲，唔好等到時機過晒先至講，太遲啦。第二就話同一啲令你舒服嘅人相處，減少一啲無謂嘅應酬。第三就話當愛嘅時候唔好怕講出嚟。我哋國語有個說話叫做說愛就愛，會講國語就係話識得點樣去表達愛嘅時候就講出嚟，唔好擺喺心裏面。如果你停止壓自己嘅需要，2026年愛會唔會更加純真？好啦，第3方面我講緊健康啦，識得點樣照顧自己先，再照顧呢個世界。情緒喺2026年會影響你嘅能量，能量會影響到你嘅健康。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喺火年咧個節奏快，壓力多，所以識得點樣去放低個負擔，唔係因為懶惰，而係需要你。留低一啲嘅能量去做長線。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唔再幫助人嘅話，會唔會你唔再幫所有人嘅話，會唔會反而覺得健康啲咧 ？OK， 3個建議俾翻大家屬兔嘅朋友。第一就話每日有一個靜心嘅時間，唔好掛住睇電話、聽人講嘢。唔聽電話同埋唔聽人講嘢。第二就話睡眠係好重要嘅事，唔好再眼瞓。第三就話飲多啲水，食得清淡啲。如果健康係你生產力嘅部分，你獲得
點樣去催自己咧？催出自己咧？好啦，第四方面就係家庭。所謂平靜先係力量。2026年屬兔嘅朋友，你喺屋企所扮演嘅角色會變得更加重要。有人可能會揾你問你攞意見，但係記住，你唔需要咩都孭喺你身上面。你記得就係話點樣，你嘅責任就係話點樣帶到呢個平衡。問題就話你想你2026年嘅屋企會係點樣氣氛呢？諗一諗啦，大家。好啦，3個建議俾翻大家。第一就係話多啲聽，少啲評論。第二就話定期同屋企人靜止咁相處，唔一定要講大堆道理。第三就話整理屋企嘅能量啊，用植物、用光線同埋用一啲盆栽啊，或者有啲冇環境令到氣場更加柔和。如果你對自己都溫柔啲嘅話，咁家庭會唔會自然更加融洽和諧呢？好啦，第5方面我哋講下個財運啦。2026年屬兔嘅朋友哋財運平穩，唔爆唔跌，而有策略有節奏，唔好急住開新嘅戰線，要先點樣鞏固自己嘅根基。嗱，問題就係話你依家追緊嘅係快錢定係長久嘅價值咧？咁3個建議俾大家睇清楚，錢用喺邊度，係使得用得係咪使得呢個有價值？第二就話投資喺自己學識身上重要，所謂投資喺自己係一個好重要嘅門檻。第三就話定期儲蓄，唔好靠臨時收入。如果安心都係一種財富嘅話，你會覺得自己你有錢啊。第六就話事業同埋生意方面，喺2026年屬兔朋友你世界開始注意到你之前嘅努力會俾人睇到。但係要記住，曝光唔係一個壓力，而係一個機會。問題就係話，如果你相信自己本身已經係好嘅話，你仲驚啲咩咧？係咪？好啦，3個建議俾翻大家。第一就係話接受演講啊、合作同埋分享機會，就唔好話 no 或者退開唔做。第二就係話俾成果自己講嘅，唔需要解釋太多。第三就係話有創作力嘅人要保護創作能量，唔好乜嘢都係自己親力親為。諗，如果2026年你係俾世界見到一年，你想人家點樣睇到你嘅真實版本呢？好啦，第7方面我講緊外在嘅環境啊。喺2026年，世界會變得更快、更嘈，資訊啊、潮流啊、意見啊，好似一波一波咁嚟。但係你唔需要盲目跟隨。你識得點樣去選擇性咁去吸收？問題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喺呢個由衷保持立場？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第一就係減少嘅資訊垃圾，睇少啲負能量嘅新聞。第二就係同令到你冷靜嘅人或者地方去連結。第三就話俾自己留一啲時間，乜嘢都唔好做，淨係去思考。好啦。每一條影片當然最重要嘅環節就係話自我成長 （personal development）。好啦，喺火馬年係修煉內在力嘅時間，唔需要死撐，需要真誠。你嘅情商就係你嘅武器。問一問就係話溫柔會唔會令到其實你最溫柔會唔會係其實你最大嘅力量呢？咁3個建議俾翻大家。而家就話每日記錄一個感受。觀察自己嘅反應。第二就係同欣賞深度嘅人相處。第三就係問一問自己，我依家做緊啲乜嘢，仲配唔配合我想成為嘅人？反一反呢個反思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唔再為認同而活，人生會幾自由呢？好啦，條片嚟到結尾，我哋做一個呢個結語啦。喺2026年，你係光下成長，曝光度好高。火馬年會問你，你係為真實嘅閃亮，定係為咗一個掌聲嘅閃亮呢？你唔需要更加大聲，但係需要更加清楚。你唔需要更加努力，只需要更加集中。當你內心平靜，外在發光，就會自然感受到噶啦。所以真正嘅影響力咧，
就係從來都唔需要大聲叫喊，保持柔軟但堅定，保持溫和但係需要有界線。世界準備等你出嚟去見大家。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喺2026年嘅事業啊、財富啊、關係係啲無望，有啲咩黃金時機咧，咁記得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 Destiny Architect， 我哋一齊將呢個視覺變行動，將時間變成優勢。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